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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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吹起了了了了了了到山荡，吹起了了了了了了到海顺，吹起了了了了了了到水冲。吹起了到天空，小朋友好，我是阿峰，今晡日又是阿峰爱盘到乡下来上课咯。小朋友好，我是阿峰，今天又是我来陪你们一起上课咯。小朋友有想我冇啊？有没有想我呀？小熊先生说，上课以前要先唱天气歌还有心情歌哦。香香老师说，上课以前要先唱天气歌和心情歌哦。今天是礼拜二，今天是星期二，天是好天，天气是好天气哦。所以我们现在准备好了吗？向下来唱咯！1、2、3。小朋友今晡日是禮拜幾？禮拜二呀，禮拜二。看看天是黑樣版。今晡日天是黑好天，哇！今晡日天是黑好天呢，所以小朋友今晡日應該心情很樣的啊。今天你的心情是怎麼樣的呢？來，我們要來歌唱一bài換心情歌咯，換心情歌咯，準備好嗎？好嘞吼，好來預備。1、2、3，開始！你係歡喜你就笑一下，哈哈！你係發現你就掉兩下，咚咚！傷心嘅下想愛叫，當天嘅下袂想笑，今晡日你嘅心情係樣嘅呢？當天小朋友，我今晡日心情當天當歡喜唔到呢？阿峰，嗨，悠悠，俺叫冇看到，俺叫好嗎？阿峰，俺叫好嗎？好久不見你好嗎？我等候啊，小朋友，我是誰？你們還記得嗎？我係乜啥？什麼？唱唔到啦，我聽不到，再一次，過一百。錯嘞，我係阿 U 啦 ，I love you 的阿 U 哦，你哋有想我嗎啊？你們有沒有想我啊？有，嘿，阿峰，我頭先啊看你3年啲嘅唱歌誒，你唱乜嘅歌誒啊？我唱嘞出去了，出去玩，出去玩，係呀，還有天氣歌，還有天氣歌，還有心情歌，還有心情歌，哇，阿峰，你有沒有唱很多歌誒？你怎麼會唱這麼多歌？我怎麼都不知道。還有什麼時候有這個心情歌的？你怎麼都沒有教我唱？馬莎係你沒看香香先生，誰叫你沒有看香香老師的影片，所以你不知道，哈哈。香香先生有教哦。有啊，香
雄雄先生教我们唱了心情歌，然后佢根本要爱教大家出去了，出去了啊！今天要叫出去玩？哦，对呀，出去了。唔过阿峰，了哈，做唔得出去了啊？对呀，做唔得出去了，要等疫情过了，才做得出去了。对，现在不可以出去玩，做唔得出去了，要等疫情过了，才做得出去了。对呀，所以故说雄雄先生先教大家出去了，安样等到做得出去了，我们就可以叫出去了了呀。哦，原来是安样哦，原来是这样哦。还有，你想要去哪边了？哎哟，我想要去山荡。哈？什么？你想去山上山荡？山荡？为什么？哦，因为呀，山荡有爱情好嘅。不告诉你，哈？老爱讲不告诉我，哼，不讲就不说嘛。那俺慢让讲嘞。啊，好啦，阿峰，不要这样，莫发歉啦，不要生气啦。好啦，我让讲，我要去山荡，因为山荡有狗狗的太树。太树，有高高的大树。哦，原来是安样哦。阿峰，你呢？你想要去哪边了？我想要去海参。我想要去海边。啊？海边海参？为什么？因为海参这有长的沙骨，漂亮的石头，还有等你下个魔海，还有可爱的螃蟹魔海，还有，做得够水呀！还可以玩水呀，对，好，小朋友，那你都想要去哪边了呢？你们想去哪里玩呢？我还想要去公园，我还想去公园，还有百货公司，百货公司，还有好嘎，我最喜欢跟你们一起玩了，好嘎。还有那边呢？我也想不出来了，小朋友，
那么我们就等你们分享你们的上戏的 video 好不好啊？那你们告诉我你们想去哪里玩呐、你们要拍样片、拍影片告诉我你的上戏的 video 哦，好不好？好吗？啊，还会拍样片哦？对呀，你都不知道吼呀，爸呀！你的先松松口啊，熊熊先生请太高拍样片哦！哇，我有看呢，每一个小朋友都懂得影像呢，都很可爱耶，真紧哦！真的啊，在哪里看？等一下就有了哟，等一下就有了哟。啊，我马上爱看。好啊，好啊，安妞，等下你就来看。今日有哪的小朋友出现到样片底度哦？今天就看看有哪一些小朋友出现在影片里面哦。好。那让大家开始来欣赏泡泡树，耶！小朋友今半夜礼拜几？礼拜三啊，礼拜三，空空天是黑阳班，今半夜天是黑好天。今天的天气是落雨天、落水天哦，好不好？准备好吗？好聊天。好了，1、2、3，開始。小朋友今半夜係禮拜幾？禮拜三啊，禮拜三。看看天是黑阳班，今半夜天是黑了落水天。半夜啦。白痴！你今天打开门，你看我们两个。小朋友今半夜礼拜几？礼拜三啊，礼拜三，看看天是黑阳班，今半夜天是黑落水天。等下那台摩托车太吵了，预备开始。小朋友心不黑。礼拜四呀，礼拜四，看看天是黑鸟班，今半夜天是黑后天。你要说香香老师好。香香老师好。好，你念慢音。哈？你念慢音。你念两个 and 吗？给。你的名字叫什么？
是幽灵。好，张磊了。张磊了。好，开始。小小朋友朋友，兴奋的嘿，礼拜一，礼拜四呀，礼拜四，空空天是黑又白，金本天是黑后天。你都说香香老师好。香香老师好。你是谁？好，人家说香香老师张磊了。香香老师张磊了。好。哇，小朋友是不是很可爱呀？哦，不过呢，了摆某啲样片滴度给小朋友，不要紧张哦，不是紧张哦，下一摆还有你哦，下一次还有你哦。哦，那我也希望我也可以在里面呢。诶，好啊，按钮嗨拜，我们一起出现，再来看大家，再来看大家哦。好，小朋友等到个样片了，了拜，请你的分享，你的相信来不了。这一次就是请你们分享，你们想去哪里玩哦。好，就这样了，给不你到了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出去溜溜溜溜溜溜到山洞，出去溜溜。